大家好，歡迎嚟到3米的答，我係詩織。佢係一隻聰明又充滿好奇心嘅小貓，鍾意發掘新事物，又非常擅長動腦筋。今日我哋會介紹 Sanrio 嘅另一位明星角色 Choco Cat， 一齊嚟睇下呢隻黑色小貓點樣用佢嘅智慧同創意俘虜粉絲嘅心。Choco Cat 喺1996年由 Sanrio 推出，佢嘅名字靈感嚟自朱古力 chocolate， 因為佢嘅鼻係咖啡色嘅。Choco Cat 嘅標誌係佢嘅大眼睛，佢被描繪成一隻非常聰明又充滿好奇心嘅小貓。無論係新科技、奇怪嘅小物件，定係自然界入面嘅秘密，都係佢探索嘅範圍。Choco Cat 嘅性格聰明又富有創意，佢鍾意探索新事物，成日喺佢嘅實驗室入面研究發明。佢嘅朋友包括 Nuts 倉鼠、Jelly Bean 小兔同埋 Cookie 包小狗。佢哋經常一齊解決問題，或者參與有趣嘅冒險活動。Choco Cat 雖然有時有啲怕醜，但係佢總係會用腦筋幫助朋友，成為大家信任嘅對象。Choco Cat 喺推出之後，迅速成為咗 Sanrio 中最受歡迎嘅角色之一，特別係鍾意簡約設計嘅粉絲群中。佢嘅形象經常出現喺咖啡杯、筆記簿同布袋上，設計風格簡單又時尚，深受學生同上班族嘅喜愛。全球亦經常舉辦 Choco Cat 主題活動，例如限定商品，吸引粉絲打卡同收藏。Choco Cat 嘅受歡迎原因係在於佢嘅聰明形象同實用設計。佢嘅商品通常偏向簡約風格，非常適合日常使用，例如學生嘅筆記本或者上班族嘅咖啡杯。再加上佢充滿好奇心嘅設計，令粉絲覺得佢係一個非常有趣又值得喜愛嘅角色。Choco Cat 喺流行文化中有住佢獨特嘅位置，特別係 DIY 粉絲群中，佢嘅簡約設計同實用性令粉絲鍾意佢應用喺手工品、衣服或者家居佈置中。而 Choco Cat 嘅聰明貓形象亦令佢成為一個鼓勵粉絲發掘創意同解決問題嘅靈感來源。未來 Choco Cat 將會繼續推出更多與科技相關嘅聯名商品，例如電子筆記本、智能手機配件等等。隨住元宇宙同虛擬世界嘅發展， Choco Cat 亦有可能成為一個虛擬助手，幫助粉絲解決問題，或者喺虛擬遊戲中引導大家完成挑戰。Choco Cat 呢隻聰明又可愛嘅小貓，係咪已經令你覺得好有趣？你最鍾意佢邊一個商品？又或者你覺得佢最特別嘅地方喺邊度？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記得 Like、Subscribe 同按下個啷啷仔。下一輯我哋會繼續探索更多 Sanrio 角色嘅精彩故事，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拜拜。